台北市艋舺清水岩祖师庙，这是公定古迹，也毋过呢，所有清洁队伫顶头甲打公告，佮雕一寡鼓仔。扫落来，这台北市环保局是直接用油漆甲补起哩，颠倒是造成第二度的破坏。即马要修理，恐惊是爱开上百万啊！台北市环保局是来表示讲，即马呢已经照文字法甲庙方来建议修复甲搁赔，也会加强当年的文字保护观念。一大片外壁顶悬出现一块一块白色油彩，真无协调。这是台北三大庙门之一的艋舺清水岩祖师庙，受文化部前新文建会指定公告的古迹，所以因为环保局的清洁人员先主打禁止黑白片喷水告示，造成古迹损坏，就用油漆来补救，才造成这个情形。好好的一个墙壁啊，怎么会弄着这样子乱七八糟有洞这样子？我们看了会舍不得啊。庙是不是要很庄严，你才会觉得说它很庄啊？你这个也可以大，也可以大，不是就觉得不是很奇怪吗？民众拢唔甘古迹被破坏，庙方经过专业评估，维修恐惊爱开上百万。特别呼吁政府爱重视文字教育，才袂因为人员文字意识不够，造成古迹伤害。在不知道那面墙是古迹的情况之下，贴了一个禁止乱丢垃圾。那违者处罚这个3600到6000元这个罚款的这个告示。庙方当天有发现之后，就有要求说，请你们把这个告示撕掉，因为这是庙产。台北市环保局强调，已经依照文字法，甲庙方文化局参详修复的代志，也协助庙方提出国赔，办理后续修复赔偿的代志，也加强当前的文字保护观念。公视记者采访报道。